花莲山那位资源更丰富，早上喺台湾做山场嘅重要所在。花莲嘅三大林场、林田山、下仑、行过南山，本单就有更多嘅行业提山等做林场嘅石头来落实。为到爱后团人来认识花莲嘅林场历史，林务局花莲林管处同东华大学嘅团队合作，去查档案、访问老者，再个实际去到现场调查，还下为记下本嘅书，有翕嘅2出嘅纪录片。其中南山工作站因为係最慢开发嘅，實媲美最新，我所就多為改道嘅數嘅，是為台灣嘅政府傳嚟改道嘅外費。1989年工作站裁撤，屬土火車路停用到也下，為到保存林業嘅歷史文化價值。上韓嗰度嘅人去到花蓮觀光，花蓮林管處對去年就來評估南山屬土再生計劃做得做冇，按算今年嘅8月咧會完成評估。睇南山工作站裁撤30年過後嘅結尾日，下個新聞雜誌愛帶動觀眾朋友來看花蓮林管處提供嘅在山那種南山工作站紀錄片，向下多轉移南山。19年之間，台灣係日本時代，日本人領受嘅富彩世界歷史，找千倍嘅調查記錄，在高大量探取許多山度，許多嘅政府係為完成台灣東埔山那綜合計劃調查嘅6年啦，結果考題木瓜山嘅片就當到顯到去本日期，如果同下來個後，會在下山也下圈，係開發山那等好嘅條件，建議政府盡快來開發。不過，解了是日本政府催進困難，所以出現找調查結果，到2片木瓜山事業體，如木瓜海來搬走南片嘅清水海區，到北片嘅太魯閣泰山區，也就係下後嘅木瓜山林場下輪工作站，到太魯閣林場南山工作站。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百叶山往南延伸下来的林线上，那主要的路就是沿着林线一直往百叶山山顶的方向一直爬升。那现在的路的情况还算平缓，那一直慢慢的缓上到现在是大概1380左右的一个高度，缓缓的上升到1560，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比较陡的一个爬升，然後上升到快1800之後開始腰繞，然後就會到達我們今天的一個營地。第部設計是調查過後嘅20年，主要用嘅變種數量廿五嘅南方林業主席會上，點零10月，老台灣總督府提出太魯閣泰山事業體為多數嘅改善牆。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日本非常需要軍需用材，所以就也同時責成了南邦會社，它必須生產以軍需木材為主，所以就劃了這個太魯閣大山事業區，給它來經營。1945年7月底，太魯閣泰山事業體處地萬萬公嘅情形下，開始就數個人出來的。兩世界的日本公布太平洋戰爭結束，春末即將嘅研究。花蓮1號，花蓮1號。目前我們的標高1778，人員平安，目標往七角川山的方向行走。我收到。好，感謝。我們這次上山最主要就是去探勘幾個算歷史遺址吧的點，因為過去我們這個團隊在做書面資料、文獻、檔案的收集的時候，都畢竟是書面，那很想到現場來
看看它实际的状况，所以始终都非常兴奋。1945年9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台鲁高台山事业體歸入國民政府內接。1948年，成立咗臨廠管理局，處置嘅台魯高臨廠，升起本單嘅單所屬圖，歸咗新三團嘅宋所屬圖。也是這個台灣林業為負責到樹哥、到草地、到教庫，來基讓國家經濟發展嘅實體任務。这是我造的。是，你看这那时候砍的木材多好，大木材，这个木材最漂亮，世界最漂亮的。39年那时候，林务局把我调去做作业科长，就主管生产。生产就是有一个伐木组，另外一个计材组。那时候还没有开山洞，主要的石头林班，索道是单手一根手索道。载重量有限，所以木材长的、大一点的，把它用一种特别的锯子把它锯成2半。所以有一种工人叫大破的工人，他专门用那种锯子，然后用这个卷扬机就把山上伐的木材、做好的木材吊起来，装车。当时我上的时候啊，没有机关车。我拍。哦，放这里好了。走在历史的轨迹上。陡上的一个碎石坡，然后沿着林线，然后再上到大概1980公尺左右的地方，其实就开始走到以前伐采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地上，现在我们跟到，就是说它当时最早期，然后进行伐采所新建的一个轨道的遗迹。那因为当时的文献有记录这一段过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经费还不足够把铁道往帕托鲁山的方向去修筑，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就是发现，七角川山西侧这边还有一些林木可以伐采，就开辟了这一条轨道。三度起嚟東道入專業嘅人才，要負責管理事務嘅林廠之人，只憑公務草林地嘅作業嘅及總機構，為到數個食材、人才嘅集中供應，還有三重建材料等。以前不好進啊，我是從17歲開始在那邊做的時候，有那個長官啊，他很信任我啊，就那個高囡啊，他們叫我高囡啊，嘿，會使啦，做羽絨蓋高，爬高啦，拿東西放東西，跟猴子一樣，我才能進去啊。1962年2月，台灣省政府林山管理局、貴州林務局、台魯高林廠、南山分廠改名做木化林體管理處南山工作站。排工塔老小沙也用小隊本單嘅新3號索圖發送點嘅位數，曬到18林班係南山工作站。本單分廠項嘅建築，除了位索圖仍然內入，除了學校之外，有件事係就2棟木草不可改寫學校，是係全法連會判最高嘅學校。上課沒有那麼準時，因為他拖了木材，然後拖了我們的那個箱車一起出來，不是專車出來。那我們的學校老師在教課的時候，現在上1年級，然後1年級住一天，現在教2年級，2年級住一天，那其他就玩。下雪的時候，學校上課不一定的，因為如果那個車子沒有開出來，就沒有上課了。冬天的時候，大家是抱着棉被在被窩裡上課啊。那當然也有遇到很困窘的時候，就是颱風來，所有的纜車啊或者是軌道全部都中斷，那沒東西吃，只好到山裡面去採蕨類。看起来应该有数十年的时间了。这个区块应该是在背风处，所以说它整个树高都达到20-30米，哇，非常通直，很漂亮，跟电线杆一样，好美。这是柳杉嘛？柳杉。
安全啊。安全第一。可以啊，没问题。该铁锹啊很少，不过下背已经冇支撑的支架咧，或者该当被搞吼，未系弄趴的人搞啊。该下背都系动气的，差不多20-30公尺的概念的溪沟。这个现在地图上叫做陇翠隧道，整个太鲁阁主线蛮重要的一个隧道的一个工程。那不过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因为之后没有维护的关系，其实隧道整个都已经坍塌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隧道口这边，其实是以前当时在修筑隧道之后，他们用块木来立起来的一个支撑架，所以现在蛮可惜的。那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个隧道过去，必须越过这条林线来到隧道的另外一边。南山工作站改革點期，包含木瓜山實驗區、利福海實驗區等總共25個林班，就舉辦3637.12公頃案發。主要嘅人才歸途太魯閣線，也係從南山工作站做中心，跳到西偏嘅山那去。一條全長23.65公里嘅鐵軌路，還係去南山工作站最顯面韓國重要嘅路。高2公里，南山工作站出外道路。